有真侪人伫咧要困进前，拢会看手机啊，互你的目睭不知不觉受到伤害。着清大教授表示讲，伫咧黑暗的环境当中使用手机啊，应该爱甲手机的光线调互较暗。毋过上好的方法就是莫伫黑暗当中使用手机啊。在困进前看手机啊，也是3C 产品，是真侪人的歹惯势，嘛造成目睭的负担。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现，在黑暗的环境看手机啊，甲手机啊荧幕光线调较暗，比伫咧黑暗中干那开细拍电火，对目睭的伤害变得无遮大。看久了眼睛会酸痛，可能过了好几十分钟就会酸痛。可是现在如果有开启绿蓝光模式，可能时间就可以拉长。我们发现，其实你可以把手机关暗，跟外界一样暗，一样暗的时候看起来很舒服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眼睛会开启暗视觉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然后眼睛好，身体好。眼科医生提出3项建议，就是全面调暗、有效气囊、甲减少使用。其中，甲手机啊光度调暗，会使有效减少进入目睭的总体光线。周边视网膜的细胞是负责在暗的地方，它会发挥它比较大的一个作用。如果你在很亮的地方，长期使用这个明视觉，会让我们的黄斑部这些细胞过度使用，会造成一些光伤害。研究团队更发现，电火光色袂影响读册清楚度，暗过会大影响安全读册的时间。甲白光比较，黄光的电火球会使加长9倍的读册时间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